镜周刊报道，一般人想到曾国成的第一印象都是小气，连我要来当他经纪人的时候，家人还紧张问说，他不是很小气吗？生怕我被他苛刻。但我真的要为成哥平反，他一点都不小气，他只是对自己很节省，吃饭的剩菜一定是他负责扫光，也因此把身体都给养胖了。成哥交友广阔，演艺资历又深，过年光是包给他主持的4个节目工作人员红包就撒了20几万元，还不包括剧场、增拌面公司和他出席的尾牙场等等。每年过年还会订3000组层拌面礼盒，只要碰到人就送。有次我们去台南演出舞台剧，成哥很喜欢吃当地的涮牛肉，特地跟朋友租了一辆游览车，演出结束后带着所有人去吃。其实他不小气，只是不浪费。有次我们2个人去吃拉面，我喝不完汤，他就说这么好的东西不要浪费，硬逼我喝光。常常聚餐吃剩的，他也一定会打包给同事或自己带回家。平常老婆吃不下的也都是他负责捡菜尾。延伸阅读，